国民会推测到平埔族群自乐活的计划，要来复振平埔族群文化。今年邀请11个部落来到台南的小人文化园区，展现因这几年打拼的成果。其中有4个自乐呢得到这今年的绩优奖的肯定，也感谢大家互相交流、分享经验。 来自宜兰柑仔咱用舞蹈跳出因对家己的自信，佮邀请民众斗阵加入体验祈福仪式。平埔族群自乐活的计划成果展今年刷来台南举办，继续11个自乐展现因的文化复兴成果。譬如讲高雄高屏自乐对研究找找到早前时代用现有的实物落去做扫帚，花莲立项自乐是透过计划才真正理解因对倒未来。另外嘛得到绩优奖的也有新竹竹签社自乐，甲高雄 欢刷自乐60几个家族，把所有的那个系谱全部调查完整，然后我们透过那个量化跟质化的分析，然后才发现，其实我们就是平埔族群在这个聚落里面，就是比例高达7、8成以上。我们去调查的这个一系列的扫把。 所以，阮的这扫把的附赠，把迄个扫把的工艺个吹灯啊。原民会推测这项复振计划已经10年啊，因透过家族基农的访谈，文物普查，一步一步甲族人考挖来，上大愿望就是甲自本的文化找到回来，嘛传承落去。亲像眼前的地啊，互人料想袂到的是用金石丝落去做，面对基艺失传的危机，因嘛拼死保护这项文化资产。咱无网啊嘛，拢用金石丝做。 啊，所以咱就是用金石丝落去做网啊，这掠鱼啊，后来才落去做看菇。较早看菇，咱遐上顺行差不多有200几座。啊，这些聚落从以前认为自己叫做平埔族，到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族，而很骄傲地跟大家讲自己的文化，而且能够传承下去，去办学生、孩子、部落里面的青年的一个传承啊！哈。计划主持人讲，因重视家己的族群，希望提出文化特色来得到社会肯定，嘛希望国家赶紧促进各族群的民族认同。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